用州药库有来宣誓讲，若是假意州药库，都甲票投予陈时中。结果即摆是将做国民党的阵营操作选战的策略。国民党的选举扛棒，真侪所在拢看会到，面顶写讲投予陈时中，就是支持州药库。陈时中是来回应讲，请唔通转移焦点，选战应该回到正确的讨论。 伫北京的门口争取真激动，主持媒体人周玉蔻原本伊个讲要告相关人，不过说伫政治表交予律师来处理，面册敢若马洪禁言。不能让社会道德沦丧，最后变成玉石俱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用陈时中、有周玉蔻的名讲出玉石俱焚来口说，那夜民代对台北市区到中立街路拢挂到陈时中到民进党都是支持周玉蔻的看板。 市民朋友其实看得很清楚，到底是谁利用媒体、利用公器，在不断的抹黑抹红其他人，甚至毁人名节。我不畏惧这种为了护航陈时中而进行的恶质选举操作手法。虽然周万安用平常心来看选情，不过和周玉蔻发支持的陈时中，恐惊就无法度老神在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去转移相关的一个焦点。 那有一些候选人也要注意自己的口德啦，哈，就像影射什么小两口啦，这些都是没有口德的事情嘛。周玉蔻一连串的风波引起热烈交锋，嘛影响到首都的选情。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